塔羅故事，大家好，我係鍾陳。而家大家聽緊嘅係塔羅故事，就唔係我之前所講嘅塔羅問事。以前個塔羅問事主要就係話，而家眼前見到一件事情啦，到底佢再落去會係一個點樣嘅發展呢？而呢個發展會見到一個點樣嘅結果？咁而家我哋呢個塔羅故事就唔係好一樣啦，就係另一個形式，主要咧就係講古仔，尤其是咧想以果求因。即是話我哋知道個結果㗎啦，而家呢個結果到底係咪一個好嘅結果？仲有當事人係滿意定係遺憾嘅呢？仲有如果當事人當日唔係揀咗呢一個決定，到底嗰個結果會唔會有所不同？定係萬佛朝宗？就算做咗唔同嘅決定，事情有唔同嘅發展，但結果都係一樣。今集嘅塔羅故事就係第5集，咁之前呢，第1集就係講於朦朧到底係跳樓死定係俾人推落街，而第2集就係講藍潔瑛，到底藍潔瑛佢有冇後悔入咗娛樂圈呢？咁而第3集就係講肥肥沈殿霞，如果肥肥當年冇揀離婚，死忍難忍，佢個婚姻會唔會有唔同呢？佢會唔會又會肝腸寸斷呢？咁而第4集就係講張國榮，咁張國榮係跳樓死，仲係光天化日之下自己跳樓了斷自己嘅。咁點解佢會揀呢一條路呢？之前嗰4集我哋都有講到嘅，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重溫翻呢4集。咁今日咧就應該係第5集啦。今集塔羅故事想講嘅主人翁就係梅艷芳。之前講咗張國榮，好自然大家就會記埋梅艷芳。張國榮就4月1號走㗎，而梅艷芳就係年尾走㗎。咁到底佢哋同一年都係2003年往生㗎。張國榮我哋就講咗啦，咁而家又要講梅艷芳。咁梅艷芳呢，大家都會講，梗係啦，佢嘅子宮頸癌，如果佢當年肯真係早啲去醫，其實可以醫得好㗎。如果佢嗰陣時肯早啲去醫，醫好咗，咁咪唔使咁短命咯。其實係咪真係如果肯早啲去醫，就可以執返條命呢？大家都會講，又未必㗎喎。可能亦都係做完晒手術啦，割晒成個子宮啦，都係要死㗎喎。正所謂閻王要你3更死，不許留人到5更。朋友就話啦，人都死咗啦，仲講嚟做乜嘢啊？邊有咁多如果啊？死就死㗎啦。咁但係做人嘅嘢有啲想像力好唔好？同埋諗一諗，塔羅其實真係可以預知到，亦都可以分析到其他可能性㗎嘛。我哋人其實有好多轉數㗎嘛。如果透過塔羅可以知道，今次梅艷芳揀咗冇醫到，結果往生。咁如果佢真係揀咗醫病呢，面對呢一個疾病真係割咗個子宮，咁佢係咪真係可以長命，可以健康呢？呢啲嘢冇人講得實，最好嘅就係問一問塔羅，用一個玄學嘅角度去諗多一個可能性，都係幾好啊！梅艷芳就係2003年走㗎，咁而家就2025年，即使五經五覺，梅艷芳就已經走咗22年啦。但係呢，仲係有一班忠實嘅粉絲，一路都係追捧緊梅艷芳㗎喎。有人就係欣賞梅艷芳嘅歌藝啦、演藝成就啦，但係亦都有好多歌迷呢係欣賞梅艷芳做人嘅態度、對人嘅作風。覺得梅艷芳係一個好有義氣嘅人，而且疏財仗義，對錢銀唔緊張，而且每逢表演都會好落力去表演，唔會錫身嘅。咁亦都有人覺得梅艷芳係一個好孝順嘅女，咁又真喎。你睇下佢阿媽，哇，嗰種難頂法，梅艷芳都係對佢咁好，都係咁孝義住呢個阿媽。所以呢，梅艷芳其實喺做人或者做事嗰方面，都係一個相當周到嘅好人嚟㗎。Oh yes。咁我哋而家咧就要開牌問一問，到底梅艷芳個病係有得醫定係冇得醫？如果佢早啲發現，早啲去醫，係咪真係可以醫得好呢？好，
第一張開出嚟嘅就係錢幣五，應該五波啦，一半一半啦。不過梅艷芳發現嗰陣時，佢真係揀咗逃避，佢冇入去嗰間醫院，冇入嗰間黃金屋，就算個醫生係咁追佢，佢都冇理到。如果話嗰個男醫人係醫生嘅話，當日醫生好緊張追梅艷芳，但係呢，到梅艷芳肯就醫嘅時候，已經係一個吊人，即是話醫生已經束手無策，嗰個病亦都冇得控制啦。第三張開出嚟嘅就係寶劍女王。當梅艷芳知道個病已經冇得醫啦，只係等時間嘅時候，梅艷芳冇後悔喎。呢一張牌可以睇到梅艷芳係向前望嘅，只係話仲有幾多時間剩，佢就好好利用臨死嗰啲時間，所以佢亦都開咗佢嗰個臨別演唱會咯。第四張開出嚟嘅就係世界。見唔見到梅艷芳其實俾條蛇翹得好實，亦都可以講梅艷芳個病基本上就係一個纏綿性嘅惡疾。Oh wow！講梅艷芳病咁耐就痛咁耐，梅艷芳只希望求到嘅係解脫。咁而結果梅艷芳覺得可以往生，可以得到一個解脫，對佢嚟講係一件好事。梅艷芳唔怕死，而且死咗之後，佢亦都冇遺憾。梅艷芳冇後悔自己當日冇醫呢個病，而事實呢個病睇返錢幣五，可以講基本上係一個劫數，根本上冇得醫。早啲發現其實同遲啲發現都冇分別。學佛學開解，開解啲咩啊？開解我哋嘅煩惱，開解我哋嘅執着，開解我哋嘅無明。當我哋可以好清晰去知道個問題嘅所在，自然就可以減少好多執着，可以做一個無憂無愁嘅人生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佛偈就係活在當下。咩叫做活在當下？即是話你有乜嘢條件，你而家行緊一個咩運，處境係一個點樣嘅處境，你就活在當下。千祈唔好而家病到好嚴重，就淨係好後悔嗰陣時冇醫啦，早啲醫啦，早啲去檢查啦。你都病到痛咯，你都病到就嚟死啦，你仲後悔自己點解唔早啲醫，點解唔早啲發現？你其實係咪又係一個錯過呢？如果用梅艷芳嚟講，佢真係做到活在當下。當日佢發現佢有病，佢亦都知道自己病咁耐就痛咁耐，所以佢亦都諗住揀咗唔醫啦，真係要死就死啦。咁到佢真係知道自己個病冇得醫啦，已經好盡啦。咁佢亦都冇後悔自己當日冇醫到，佢反而將自己仲有嘅餘輝做佢想做嘅嘢，好似幫佢媽咪嗰度安排好佢嘅生活費啦，自己嘅心願開一個臨別演唱會啦，同埋佢自己話未着過婚紗，佢自己亦都真係請朋友幫佢做一件婚紗，將自己仲有嘅人生僅餘嘅壽命做自己想做嘅嘢，做好自己應盡嘅責任，跟住無悔而終。呢一個就係活在當下。所謂活在當下，就係你要知道你自己喺一個點樣嘅條件之下，就用點樣嘅態度去好好生活。